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扭計骰，我係細路。今集要講嘅係紐卡素賽後總結。球隊喺主場3連勝之後，英超作客韋斯咸同埋歐聯主場迎戰西甲勁旅畢爾包。究竟呢兩場嘅表現係點呢？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。第一場係英超作客韋斯咸。韋斯咸近況真係麻麻，前教練博達開季教咗5場，因為成績一般而被炒魷，但之後接手嘅紐奴都未有起色。賽前暫時9戰1勝1和，排喺第19位降班區。反觀紐卡素狀態大勇，主場連贏3場，士氣高昂，爭取連勝。不過最大嘅變數大家都知，就係今場係作客。今季暫時作客成績一般，4場3和1敗得3分。最慘係連續3場作客都零入球，只係對白禮頓嗰場和特美特入過1球。不過前2場都冇前鋒用就唔好計啦。今場趁住勢頭好，而對手狀態又一般，紐卡素肯定會全力爭取今季第一場作客勝仗。陣容方面，博文復出，卡夫特代替病咗嘅查比亞。好消息係賀爾都回歸後備。中場繼續最強三寶，翼鋒用翻哥頓同埋梅菲，和特美特繼續頂前鋒位。對手方面，令人意外嘅係佢哋正選前鋒居然係後備都好少出場嘅 Callum Wilson。開波冇耐，雙方已經有一個好入肉嘅攻勢，先係對方查洛保雲一腳勁射，撲比都投晒行掂唔到個波，好彩中柱難出。之後紐卡素立即反擊，班奴中場分俾梅菲，招牌遠射領先1-0，但優勢持續唔到幾耐。哥頓中場控粒波俾對方打反擊，查洛保雲一路殺入禁區，馬力洲疑似踢跌佢，裁判立即判12碼。好在 VAR 睇到馬力洲踢到波先，判12碼無效。之後和特美特同梅菲都有靚組織射門，不過被門將撲出。反而球隊幾次中場失波，令韋斯咸多咗唔少攻勢，後防開始頂唔住。班奴之後犯規食黃牌被判罰球，對方攻勢同埋射門明顯多過紐卡素，撲比都撲咗唔少球。不過最後對方一腳遠射，撲比落地慢咗少少，結果追平1-1。紐卡素挨咗一陣之後，終於冇咁騰雞，攻勢開始多翻。哥頓、梅菲、祖靈頓都有埋門嘅機會，可惜都未能拉開比數。結果對方一次傳中，博文解圍擺烏龍，令紐卡素落後2-1。呢球單搬都有啲責任，身為右閘冇對好位，俾對手太容易入禁區。下半場何為都知唔掂，見到好多球員狀態都好一般，立即換人，收起卡夫特、和特美特同哥頓，換入積及南斯、奧蘇拿同舒亞。祖靈頓亦少有地打返左翼，不過形勢就冇乜改善。韋斯咸防守塞晒喺禁區好穩陣，越踢越有 form。反觀紐卡素幾乎做唔到攻勢，何為再度換人，班尼斯代替博文，變陣加強攻力。之後有一次攻勢，球隊都解唔到圍，結果俾人禁區混亂射入，好彩越位被判無效。最後梅菲換埋伊蘭加，但都係打唔起。補時階段對方反擊，撲比接波接唔實，俾對方撞入，最後以3-1完場。今場作客嘅紐卡素整體踢得好急同埋好混亂，同隊友之間默契不足，幾乎每個球員都有明顯失誤。卡夫特臨危受命，表現一般都算合理。而後備入場原本有啲期待嘅奧蘇拿，今場都發揮平平，加上撲比狀態反覆，上半場已經令球隊落後，令紐卡素今場冇辦法追翻比數，解唔到圍，失誤又多，令全場幾乎捱打。今場稍為正常表現嘅德東拿利同馬力洲，何為賽後表示幾乎唔認得對波，半場嗰陣想個個都換走。老實講，今場嘅表現的確令人失望，不過球隊亦冇時間去檢討或者傷心，因為3日後就要踢歐聯。第2場係歐聯主場對畢爾包，同樣係歐聯 Pot 4嘅同級對手，不過近況就一般。近10場比賽只有2勝2和6負，暫時排喺西甲第11位。歐聯3戰1勝得3分，事源係因為多個主力接連受傷，
包括當家球星尼高威廉斯、辛斯特等等，必定會影響表現。不過對上一場歐聯擊敗咗6分嘅阿塞拜疆球會卡拉巴克，證明對歐洲球會依然有一定嘅實力。反觀紐卡素，本來球隊3連勝氣勢如虹，但上場不敵韋斯咸之後，狀態又有啲飄忽。近況係贏幾場輸一場，表現反覆。加上球隊一個接一個接住病，東拿利、梅菲、班奴、查比亞，整體實力必定有影響。不過幸好今季未試過2連敗，通常輸一場之後就會立即重新振作，和波甚至贏波。加上歐聯表現出色，今場主場出擊，賽前估計球隊應該會踢返應有水準。陣容方面，中後場同上場大致一樣。查比亞復出，班奴雖然有病缺席操練，但依然正選。翼鋒方面用返歐聯表現出色嘅哥頓同埋班尼斯，禾特美特繼續擔任前鋒。奧蘇拿本來應該列後備，最後被影到坐喺觀眾席，都係 ankle 嘅問題。初段對手由後場開始逼搶，而且非常有效，令紐卡素難以組織攻勢。球隊知道中場冇咁易猜個波上去。馬力洲嘗試長傳俾祖靈頓單刀射入，可惜越位。10分鐘，東拿利搏到罰球，查比亞操刀落船傳俾遠處冇人看管嘅單般，招牌炮彈式頭錘彎入1-0。之後對方即刻有一個攻勢，紐卡素一次傳球失誤俾對手打反擊，個球開出後遠射好彩中柱。之後有個好簡單嘅組織，班尼斯落底傳中。可惜禾特美特頂斜咗，哥頓狀態一般，失誤多所以失控球，又過唔到人，夾硬去又唔成功，明顯不在狀態。最終40分鐘受傷梅菲入替被換走。半場前祖靈頓錯失一個黃金機會，接應長傳過埋龍門，可惜彈地射高咗。下半場冇換人，畢爾包失誤冇賓菲加咁多，踢得好有紀律，又好肯逼搶。踢法簡單，中意傳直線，不過搞唔掂紐卡素嘅高空波。48分鐘，班奴傳俾梅菲，梅菲揾到條私家路，地波還傳俾班尼斯，遠射之後俾球員撲出，再一次嘗試入禁區傳中，結果祖靈頓頂入領先2-0。之後復出嘅賀爾入替單般，米利頂替班奴，伊蘭加代替班尼斯打左翼。最後亦俾禾特美特唞下換入即及藍斯。尾段對方幾乎主導攻勢，有唔少進攻機會，好彩撲比都通通撲出，最後成功守住2-0完場。球隊整體表現對比上場對韋斯咸好得多，總算控制到場波嘅節奏。不過今場特別多越位，導致實際埋門攻勢唔多，而且去到後段任人攻亦令人感到擔心。好彩防守穩陣，撲比今場冇上場壓力咁大，所以發揮水準之上，成功保住歐聯嘅 clean sheet。東拿利滿場飛拎埋 man of the match。祖靈頓除咗入波之外，仲創造咗好多進攻嘅機會。近排表現一般嘅佢，再一次證明自己嘅價值。賀爾復出之後表現唔錯，防守穩陣，好敢同隊友打 1-2， 大波推進跑動創造機會。應該落咗唔少苦功，能夠分擔單般打左閘絕對係好事。馬力洲繼續高水準表現，繼續守好防線最後一點。開局見佢長傳爭啲有助攻。暫時歐聯4戰3勝0失球，有9分，令出線形勢相當樂觀。總結嚟講，呢兩場延續今季狀態持續起伏不定。作客韋斯咸嗰場確實表現一般。不過球隊好快喺歐聯主場對畢爾包嘅勝仗重新振作，證明球隊嘅韌性依然喺度。球員冇因為一場失利就輕易放棄。不過英超拎分同樣重要，星期日要作客賓福特，踢完呢場就會迎接國際賽期。祝福紐卡素作客全取3分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